主席，本人今日嘅發言原則上係支持2026稅務修訂、稅務寬免特惠扣稅同埋免稅額嘅條例草案。首先條例草案落實咗本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出嘅多項寬減措施，包括將基本免稅額調高至145000，子女免稅額增至14萬。喺全球經濟環境複雜、生活成本上升嘅情況下舉措無疑係為廣大嘅中產同埋基層家庭提供一定嘅喘息空間嘅，體現咗政府與民休息嘅態度。本人對此係表示肯定嘅。然而喺支持草案嘅同時本人認為政府仍有一個進步完善稅務政策嘅空間，特別係針對數十萬嘅夾心階層。目前香港有超過30萬個家庭係聘用外傭，對於好多雙職家庭嚟講聘用外傭係一個生存嘅必需品嚟㗎。外傭分擔咗我哋家務同埋照顧責任，不僅係讓婦女能夠釋放勞動力，重投返職場，更加撐得起我哋香港嘅勞動力市場。本人期望政府能夠突破增設外傭開支扣稅額，允許我哋納稅人申請扣稅，措施能夠直接減輕中產家庭嘅經常性開支負擔，亦都同我哋政府鼓勵生育、增加勞動力參與率嘅政策相輔相成。其次關於草案裏邊供養父母嘅免稅額由5萬蚊調升至到55000蚊嘅建議唔少市民認為力度係仍然有不足嘅。香港正處於人口高齡化嘅轉折點，政府一直提倡居家安老，納稅人與父母同住，除咗能夠盡孝道納稅人亦要負擔沉重嘅經濟責任，更喺精神同埋日常照顧上付出巨大嘅努力。本人係促請政府係提高同住額外嘅免稅額，放寬年齡同埋同住一個小區嘅定義嘅門檻，包括考慮納入將供養55至59歲嘅父母嘅年齡嘅免稅額亦都作出更大嘅幅度上調，以應對提早退休或者長者醫療開支上升嘅趨勢。此外，除咗生活開支之外醫療開支亦都係中產家庭嘅一個大嘅隱憂。政府推行自願醫保計劃多年，但現時每名受保人每年只有8000蚊嘅扣稅上限。自2019年實施至今一直都未有調整。本人建議調高呢個扣稅上限，以反映呢個醫療成本嘅升幅。除咗有助加強自願醫保計劃之外亦都可以舒緩公營醫療嘅壓力。主席，稅務政策唔單止係僅會計帳目嘅加減，亦都係政策導向嘅工具。透過設立外傭扣稅以及提高同住長者嘅免稅額，我哋就能夠釋放家庭嘅勞動力，推動居家安老，構建一個更具韌性嘅社會。本人支持條例草案嘅二讀及三讀，亦都期盼政府喺未來嘅能夠展現更大嘅魅力，精準咁回應中產家庭嘅訴求。本人謹此陳辭。